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无仔心，阿母的面亲像无仔心，伫我的面头前洗啊洗，洗啊洗，洗甲出毛毛，洗甲出彩青。无仔心一直洗，阿母要找过。有时我下无，阿母斟足咖米舀入无仔底，流出米奶白白白。阿母的目睭出天青。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二诗第2集。分享的是那秀珍老师所带来《无仔心》，先来去邀请那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讲解。我就用阮老母了解阮老母的心情来写这首啦。因为阮老母饲阮10个囡仔足忝啦。就逐日咧无用这老爸也无咧顾，就拢老母一个家己咧用，就像伊像蛇心安尼，一直说这真正是拢像无仔心安尼直说，但是伊甲阮拢顾啊真好。下无较早迄无啊你捌看过古早的无啊无？一个心，我细汉嘛捌无过，草地拢有迄啊，就安尼下无啊，咱南部讲无啊，因北部讲无啊呢。所以咱听的时就爱注意啊。目睭出天青，就是讲你爱有迄个愿望，有迄个希望出来，有迄个希望，迄个说就是打转啦。一个折折断的折，下骹一个足部，一个足。目睭迄个睭本来应该本字是目珠啦，后来迄个教育部用一个母，一个祖，迄个要注音的拍电脑就是祖。万切就是万，就是万分的万啦。切用一个亲戚的戚下骹一个心。阿母的面亲像无仔心，伫我的面头前洗啊洗，洗啊洗，洗甲出毛毛，洗甲出彩青。无仔心一直洗，阿母要找过。有时我下无，阿母斟足甲米舀入无仔底，流出米奶白白白。阿母的目睭出天青，阿母的心亲像无仔一直洗，洗甲头毛白白白，洗甲面皮咬纹济济济。阿母无怨找，无仔流出来是阿母白白的心花。这首诗内底有来写到石无仔，先来去咱就邀请咱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什么叫做石无仔。
像咱即阵伫古董店拢也当看到，就我伊迄顶下嘛，顶下两下嘛吼。啊，迄种诶，过去咱有一寡资料册，我哪会当看到伊咧下。过去若较先进的所在吼，到50-60年前吼，拢会石磨啊，拢用变电动的，啊，但是共款是用石头吼，按两个按互伊，伊上大功能就是咧下过啦，咧下出了米浆啦，吼，就是上下两个，伊早人早较落，我吼，所以细汉的时阵，若爱毋上电动的吼，要用人的力吼，大多数草地所在要用人的力啦。爱注意，即摆射到一边，只赶紧拄较落去对迄个空顶管迄个空会碎落，迄个米通互伊碎落，再豆搁甲伊靠两个石头按磨，吼，叫做磨嘛吼，叫做石磨，爱读做磨，若单两字读做磨啦，石磨啦。咱来咧讲磨吼，迄个做迄个动作，共款你是磨吼，伊就变平声字啦，吼，伊就做磨，迄个做磨安尼啦吼。石磨这物件当然是过去咱生活的各种礼仪内底吼，有诶祭会吼，足需要吹过，就使用嘛。吹过当然除了米以外吼，就是还佫有诶人较好诶家庭吼，还佫会染其他物件啦，像讲土豆啦、菜头啦等等，染其他物件落去下啦吼。就是所以，迄当时全家口拢食无闲啊，就是囡仔嘛会当斗伫翕迄个通互伊安洗安尼啦吼。迄是咱台湾进民俗品吼，嘛有真侪人会真爱收集迄落物件吼，当发思故之幽情啦，发思故之幽情。面亲像无仔心，伫我的面头前，洗啊洗，洗啊洗，洗甲出毛雾，洗甲出彩青。无仔心一直洗，阿母要吹过，有时我会无。阿母真足，甲米养入无仔底，流出米奶白白白。阿母的目睭出天青。阿母的心，亲像无仔一直洗，洗甲头毛白白白。洗甲面皮条纹齐齐齐，阿母无怨切，毛仔流出来是阿母白白的心血。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남秀珍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以及府城小花蕊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